好，即届这马太安溪崩沙河做大水呢，到昨还阁有400多人是住伫收容所。有民间团体是呼吁政府应该要建立这治港避难的指引，也若未来要重建的时阵呢，嘛着要重视在地意见，才会当建立真正符合灾民需求的政策。马太安崩沙河溢流造成真严重的灾害。根据花莲县政府的资料，到10月初1，还阁有400多人住伫收容所。中国团体结合公学乡的居民甲学者，针对灾后应变的措施提出诉求。因指出，即届有真侪志工去斗3工，也毋过公学乡要是红色警戒地区，建议政府应该建立志工避难的指引。防空警报就是要撤离，但是我们政府好像没有教大家要撤到哪里。地方政府应该要有撤离的指引，告诉志工，如果听到防空警报，他应该要撤到哪里，千万不要让志工变成另外一次的灾民。另外，受灾居民嘛呼吁政府烂头清掉以后，除了建立短期的防灾措施，嘛要尊重在地原住民的文化，用理灾无理乡的方式，先去暂时安置所。未来若是有长期安置措施，嘛要和部落讨论。当你用粗暴的方式把部落分散，第一个文化消散，失去凝聚力；第二个族人的心理健康，他没有自己熟悉的人事物，他没有办法倾诉心中的痛苦。中国团体和学者指出，有的居民是做残人，因为即届灾害农地受损害，政府未来除了提供补助以外，嘛应该请相关单位评估土地是毋是会使搁种植，若是袂使，就要提供因食头路的机会。因嘛呼吁政府灾后重建要推出新措施的时，爱听在地居民的意见，才会当建立真正符合灾民需求的政策。记者桂宗林、林小凯台北报道。